那懂问题啊，那就那么，首先，我们这次观看这次马可城的所有的僧众们，呃，诸国喇嘛、善知识等等，还有所有的法友们，大家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有关比丘大天。那一种说法说，根本分裂是由于它所造成的。那么总之呢，讲到的是这个部分。那上一堂课我大概简单讲了大天的5种见解，但今天呢，我想还是再次的说明一下比较好。那至于为什么要再一次的讲述，后面我会再说明。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玄奘大师的弟子，也就是窥基大师哦，有时候他也称为叫慈恩大师。主要是因为他是大慈恩寺的这个住持僧众，所以呢，他也有时候称为慈恩大师。那么他写了一部就是解释《瑜伽师地论》的一部论点，在这个里面呢，他就阐述了一些他对于大天武士的这个想法。他觉得大天并不是一个罪人，而且他觉得是上座的很多长老毁谤了这个大天，所以他其实是冤枉的哦，他并不是真的有罪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其实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有提到啊、一段，那么其实接下来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里面就有提到说，大天他自己解释了他的5个见解是什么。那但这个部分呢，之前的课程没有讲，所以我想今天补上这段内容哦，我觉得会看到很多重点在这里，所以这就是窥基大师《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注解里面的内容。所以总之呢，大天我们说五事也好，或者5种见解也好，所以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大天他说什么呢？所以所以这里大天呢，他就解释说，第一个，他说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不会有漏失，但可能被魔诱惑，使不净物沾污衣服，看起来像是有漏失。所以这是大天对于他的第一个见解的解释。那接着呢，就是后面有提到，就是反对者，就是上座的长老的说法他们批评说，大天，你是凡夫愚人，因境界迷惑而生染污，业力呢产生这种妄想导致呢这种不净染衣。但是呢，你却推说是魔的这个干扰，因此，那所以长老们这样子批评之后，接着就说产生了争论，所以这是5事中的第一事叫做于所诱，就是说被魔诱惑，有这么
有一段。那么，关于这一点啊，其实在俱舍论当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其中就有提到一段，因为被狡诈的梵天所诱导啊，大意是这样。所以在自释中呢，就是世亲他的自释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被梵天所诱导，大梵天以错误的方式展现自己，企图诱导巨兽马圣。所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么关于这个梵天呢，诱导巨兽马圣哦，那这个故事主要记载在一部经叫《戒运经》哦里面。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戒运经》里面就记载说是比丘呢马圣，他独自在这个极静处入定的时候，他就心中想啊，这个地水火风哦四大种将在何处灭尽？他就生了这样的疑惑，于是呢，他就从这个占卜州就消失了，然后就前往四大天王那里去问，然后乃至就是一直到呢，就是到33天，然后最后到了梵天界哦，他逐一逐层的去询问这个问题，但是呢，诸天都说不知道。那么最后他就遇到了，他就觉得说，哦，这个梵天大概只有梵天知道吧，所以就说要去问梵天。所以最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位五面哦，然后具有5个面、5个脸，然后如同幼童的一个梵天。那这时候呢，马胜呢比丘他就向这个梵天询问这个问题，也就是四大哦，到底将在哪里会灭尽？这时候梵天就回答说呢，哦，我是梵天，哦，我是大梵天，哦，我是自在者，我是世间的创造者，等等。总之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就不断的好像有点在赞叹自己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比丘马胜就说：“他说梵天啊，无论你是不是这个梵天，是不是自在者或者创造者，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我问的是说这个四大种啊，它在最后会在什么地方灭尽？”那这时候梵天听到了，他还是一样，他还是一样的回答，他就说我是梵天，我是大梵天，他这样总之又重复了2次、3次，然后同样这样的回答，那反正他就是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那最后呢，梵天也没办法了，他总之呢就握住这个马胜的手哦，就是把他带到一旁，就是私下就对他说，那梵天就说。我身边的这些梵众啊，就是我有很多的眷属嘛，梵天周围的眷属。他说这些梵众啊，他们都认为我梵天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所以呢，我不能够在他们面前说呢，我什么我不知道。但实际上啊，我并不知道这个四大种啊在何处会灭尽。但其实这是你的错误啊，佛陀都还在世，那你为何要来问我呢？所以梵天有一点在说，就说是你的错，就是佛陀在，你不去问他，问我来干嘛？所以之后呢，这个比丘马胜就从梵天界哦就消失了，就到佛陀那里去请教佛陀这个问题，然后佛陀就开始
那当时佛陀就开始说，哦，四大种呢，首先是在无色界灭尽，最终呢，在无余涅盘时呢，会彻底的灭尽。总之呢，这个故事说到了什么？这个重点就是梵天啊，他不懂是装懂，然后呢，他很狡诈，然后他又企图欺骗这个马圣，所以他很会那个装模作样啊，然后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但是他又在那儿回答说我是梵天，我是大梵天等等哦，所以这个例子哦，这个故事是说明哦，就算是阿罗汉，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其他人或者说其他的友情啊被他所欺骗，然后而造成困扰。所以这个公案哦，也就说明了很难说大天是错的，因为大天这里他的回答就是说，因为鱼所诱嘛，被魔诱惑嘛。那么同样，这也是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啊有提到的，这也是声闻的论点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再来第二世啊，这是犹豫或者说还有疑惑这个部分。所以大天的解释，所以大天的这解释说，已见真理的圣者哦，啊，所以大天的解释是什么？这里就说，他主要就是因为大天最后说了一个颂文嘛，偈言，就是于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生故起，是名真佛教。所以他自己在对他的颂文做解释。所以讲到是第二个，就是无犹豫哦。那么他就解释说，已知真理的圣者，虽然断尽了理论上的疑惑，但对于事项上的疑惑还存在。啊，对不起，这是讲到先讲了无知哦这个部分，所以大天解释说无知有两种，染污的和不染污的，所以先讲了第三个，就是第三世。所以阿罗汉呢只断尽了染污无知，不染污无知还存在。所以反对者的批评是说，大天是凡夫愚人不懂真正的佛教经说阿罗汉还有不染污无知，因此产生争论。那么对于无知这一点哦，不染污无知这一点。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呢，在俱舍论当中就说，谁能彻底破除一切黑暗哦？这段在自释中就有记载。声闻和独觉白话就说声闻和独觉虽然已经因为断除了染污无知而被认为破除了一切黑暗，但是并非彻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佛的不共法及遥远的地方及久远的时间以及事物无边差别的分类，还有不染污无知存在。对不起，这一段还是在讲第二世哦，应该是犹豫哦，犹豫的部分，犹豫或无知哦。那么总之这一段说明声闻缘觉的阿罗汉哦，还有4种无知的原因，一种就是这个不知佛的不共法，还有不知极远处的事物，还有不知极远时的事物，还有不知无边差别的义理。总之呢，对于这种不染污无知哦，有的时候会解释说它就是所知障，所以在字典里面，佛学词典你会看到说它就是所谓的所知障。所以无论呢是不是使用所知障这个术语来说这个不染污无知哦，
但实际上，阿罗汉确实呢，还有没有断除的这种不染物无知。这不只是大天他的主张哦，其他声闻部派也都承认这一点。就像你看这里说引用的是俱舍论，但如果在大乘佛教的体系当中来看，更明确的说，阿罗汉还有没有断除的这个叫所知障。所以其实从这一点或者说这一世上哦，这一个见解上，就可以显示出这个大乘的教理的这个种子，那个时候就已经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这么说。所以不然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大乘非佛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很多大乘的很多见解，你都可以找寻回到溯源到这个部派里面的内容。譬如说，大天就在这里，他提出了叫做无知哦，这种不染物无知。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大乘里面很重要的认为，阿罗汉也还有这个所知障没有断除的部分，所以你很难说就不能够呃就说大乘是非佛说。你看，光是大乘说阿罗汉有没有断除的所知障，其他都可以找回到是部派里面就有在谈，就像大天这里谈到的第二识，所以这里就是讲第二识，就是无知不染污无知哦的这个部分。在第三个是犹豫，这里提到说，这里已见真理的圣者哦，虽然断尽了理论上的疑惑，但对于事项上的疑惑呢，还是存在的。但这首上座呢，就是这些长老啊，就批评他说：“这个大天，你是这个凡夫愚人，这个不懂真正的这个教法。正说圣者还有这个疑惑，因此就产生了这个争论。”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两方怎么说法都要去听的，然后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有一个角度在看事情，就是这个上座部对于大天的很多的毁谤吧，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都只有听到一面之词哦，就是上座部的说法。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也可以看到大天他自己怎么解释他的很多见解。所以呢，针对这个第三是犹豫哦，还有疑惑这一点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里面看到，这里面提到说，世尊说，这位比丘从前就已经断除三劫，就是身见、戒禁、取见疑，证得预流果，成为不退转法，决定取向正的正觉。所以这里的三劫就是身戒、身见啊、戒禁取见跟疑这三个是已经断除了。只要到了这个见到位的时候，或者证得预流果的时候，它就已经断除了。同样在阿毗达摩的论述还有注解当中，也有说，预流者虽然断除了染污性的疑惑，但是非染污性的疑惑还没有断除。所以只讲到犹豫嘛，所以例如前面圣者马胜呢，他对于四大种在何处灭尽，他还是有疑惑的。
所以他那时候故事里面就记载说，他在近处禅修的时候，他就升起了疑惑：四大种在何处灭尽呢？所以这个案例，这个公案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的确圣者，像是预留者哦，他们也都还是有这种疑惑的。对，其实我也觉得大天的这种见解，其实也并不是太夸张，或者说太奇怪，其实它都是有理可循的。再接着是第四世哦，就是他令入哦，所以大天的解释说，连舍利佛等立根者都需要善知识引导才能入道，那么其他人呢，需要引导更是理所当然的。那反对者上座部他们的上座长老的批评说，大天啊，你是凡夫愚人，不懂经教。你说舍利佛等等这些立根的人呢，都被他人引导入道，连自己证得阿罗汉都不知道，何况你们就是大天跟追随者呢？所以因此就产生了争论。之前我们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主要你可以看到呢，是依据的是从这个上座部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哦。那里面就提到说，这个大天啊，他为了要这个讨好，让他的弟子欢喜，所以他会告诉他说：“哦，你已经证得了预留不还一来或者阿罗汉果，这样子跟他们说。”所以弟子听到就说怀疑嘛，就说如果说我都已经证入到圣位了，怎么会我自己都不知道呢？像我证得如果阿罗汉的话，怎么会我连阿罗汉证得了我都不知道？所以弟子就问了这个大天，当时的故事是这样子记载的，但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大天的解释，你就可以看到说哦，有另外一边的解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公案的嘛，就是舍利佛立根者都不知，都需要善知识引导才能入道等等。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声闻部派的经典也有记载哦，就说如果佛陀没有受记舍利佛为智慧第一，优波离为持律第一，阿罗汉就自己就不会知道自己的这个正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啊，或者这里提到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啊，还有持律第一的是优波离尊者。你可以看到故事里面过去都提到说是佛陀要受记啊，你是智慧第一，你呢这位比丘你是持律第一等等。所以阿罗汉自己是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第一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证据，也就是说，需要善知识引导才能入道的。同样的呢，声闻部派也主张这个独觉哦，在最后有，就是最后一生的时候，不需要依靠善知识就能自己现证菩提。但是呢，声闻呢，就算在最后有的时候，仍然需要依靠善知识，也有这样子说的。所以，就算是最后有了，最后一生了，也就是立根的这种行者了，弟子，但他还是需要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大天说的也不无道理。再来，大天的第五个见解哦，他第五世，这是道因生故起，因生得道。所以总之呢，这里大天就解释说，有宿世修习的人哦，那么修行他已经多生多世了，当他临正这个就是接近正果的时候呢，听到佛陀说苦、空等等这些教法，他听闻到这个声音啊，就能够入道证得圣果。
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公案里面说佛陀说法的时候，很多人会当下就正果。还有呢，还有的修行人是因为厌苦、厌离这个痛苦，而自己会发出厌离之声，然后这时候圣道就能够升起。比如说，什么叫发出厌离之声，就说啊苦啊，轮回是苦啊、无常啊等等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呢，因为从内心深处知道轮回是本质是痛苦的，然后就发出这样的厌离之声，那么圣道就能够升起了。大天是他这样解释。那反对者的批评，上座他们的这个批评是什么？他说：大天啊，你造了逆罪，你造了这种3种这个逆罪。大毗婆沙论上一次我们引用讲故事的时候有提到，他不止犯了一个，他犯了3个。但是接着他们说，你善根未断，恐怕会堕落。你怕会自己会堕落，因为造了逆罪嘛，无间罪嘛，所以会堕落。造了这个无间罪，所以会堕落。所以呢，你在夜里常常会喊苦。然后呢，弟子以为呢他生病了，你生病了，早上来问候病情，那他又说没病。那弟子就问说：“那为什么要喊苦呢？”大天你又回答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修道，我就已经进入修持了。那时候呢就很随心啊，就是有点随心所欲的就可以做到修持。但现在呢，老了之后再要修行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如果不发出这种苦的声音啊，然后深深厌离的话，圣道就没有办法升起。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这个反对者的批评啊。总之，接着他们又因此产生了争论，有这样的记载。那关于这一段，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思维，因为大天这里说，有时候透过这些声音哦，闻声就能入道。关于这一点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有案例的。比如说律藏里面就记载，是个圣者马胜，他对舍利弗就念诵了一个偈颂：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此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所以舍利弗就因为听到这个偈颂，就证得了圣道。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对于轮回的这种痛苦，这种叫深感厌离。然后呢，你会发出这种叹息声哦，或者苦声哦。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从内心深处修行佛法的一种自然流露，所以应该不能说是一种过失。比如说，一个人修行者，他因为看到轮回的痛苦，他就喊着啊苦啊痛苦啊。我觉得这没有道理把它说视为这个过失，是一种罪过的。那据说啊这个古代在印度的这些佛寺里面呢，在黎明的时候，很多僧人哦就会在那喊着无常啊，这个苦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传统的，有这样一个习俗的。据说呢，就算是在今天，在上座部的很多的这些年长的比丘，他们在夜里也会喊着这个无常啊或者苦啊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情况。
对，很难说这个含苦这件事是一个过失哦，不能这样。所以我这里再一次讲到大天的武士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我们谈到大天的武士，或者说大天的五种见解，我们平常在俱舍论里面谈到的一些内容都有关联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面的否定说大天他这五种见解哦，就是所谓的邪见。那么尤其我们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大天的五种见解其实并没有说错，你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在。所以呢，我们很不应该一概的否定大天的五种见解是五种邪见。虽然呢，传统上我们会一提到大天五事就是大天的五种错误的见解，但引用了这一段，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就是不仅从批评者、反对者上座的角度来看大天的见解，也要听听大天自己的解释是什么，然后在这上面再加上我们大乘的一些见解。其实我们大乘很多的这些见解跟修持哦，其实都可以看到，可以追溯回去，溯源到这个很多部派的很多的内容。所以从部派像18部派里面很多的这些内容啊，都跟大乘是息息相关的。这在我们之后课程我都想简单的提到一下。所以如果对于是大乘的，到底的内容的正源性是想要了解的人来说，了解部派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常常我们会觉得，哦，大乘好像跟这个声闻乘部派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好像是突然从天空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见解，跟类似宗教之类，并不是这样的。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呃，我想引用的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他的一些观点，也就是叫种本启祥啊，他的一个观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再讲一下一位韩国学者的看法，然后再谈到一个结语哦，但可能时间不一定够。总之，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这位日本学者叫种本启祥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大天还有武士，还有跟这个根本分裂哦，他有一些看法。那这位学者他是出生在1929年的这样一个日本佛教学者中本启祥。那么他在这个196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大天传承之分裂抗争》。我觉得这一篇论文呢，值得关注的是，他引用了至少18部的经论。呃，因此呢，这18部经论啊，应该就是当时哦，就可以说涵盖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的文献。那他主要引用这18部经论做什么啊？他主要就是对这个大天武士这个公案这件事情它的真实性哦，然后进行了非常学术、很严谨的这个分析哦，等等。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的讲述，但主要是分享他的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篇论文当中呢，他看了18部的经论，然后他也整理了一个表格，但这个表格的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不是很清楚、很完整。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印刷条件的一些限制吧，所以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完整的版本，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这个脉络的。所以这个表格呢，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就对比了18部经典，它包括了南传跟北传的这样的文献。所谓的南传就是像巴利文啊，还有这个梵文等等的这些文献。那北传主要就是在这个中文，还有像这个藏文里面的内容的文献，然后就整理了这样一个对于大天武士记载内容还有差异的这样一个表格。那首先我想说一下这18部论是哪18部，我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用 A、B、C、D 它用这个来说明的。首先，第一个是《大毗婆沙论》，是唐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是656到659年。再来，第二个是《18部论》，那它其实是我们叫不值一论或异部宗论论的那个第一个早期译本，它的译者是不清楚的，大概是5世纪初的这样一部译著。那一些说法呢，它是晋朝的时候翻译的，但是呢，针对这一点是有不同的说法哦，那这里就不细谈。再来呢是不值议论，那同样它可以说是18部论的另外一个版本，它大概是在6世纪中叶是陈朝的真谛所翻译的。再来就是《异部宗伦论》，它也是这个另外一部译本，所以它是玄奘大师唐朝翻译的。所以在中文里面针对同一部这个论，它有3个不同译本，就是《18部论》、《不值一论》跟《异部宗伦论》。那其中玄奘大师翻译的《异部宗伦论》呢，是最后一部。那另外呢，藏文里面就这一部哦，就是《异部宗伦论》的藏译本，它是印度论师达摩伽罗跟译师班德桑中他翻译的，大概在11世纪。再来呢是《异部宗伦论》的述记哦，这是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大师所写的。再来呢，就是一部叫《三论玄义》，它是隋唐的吉藏大师所写的。再来是不值议论的述，是一个解释，它也是这个真谛所写的，因为他当时他翻译了这个不值议论，所以翻译完之后呢，他也写了一个注解，大概也是6世纪中叶。然后再来就是《大唐西域记》，646年所写的，玄奘大师口述所写的。再来里面呢，它有一些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就它的表格里面的写说叫做 J 跟 K 的这个著作到底是什么，它也没有写清楚。再来 L 呢是叫部派分别论释，它是婆毗耶论师所写的。
这个藏文是有的，应该是6世纪的。在之后呢是《阿育王传》，这个中文也有，它是西晋的安法钦所翻译的，大约是在281到306年之间。再一部呢是《阿育王经》，这个中文也有，它是梁朝所翻译的，512年翻译的。还有一个是《分别功德论》，然后再来呢是导史，还有大史，这是锡兰的或者说斯里兰卡的这个编年史哦，导史、大史，然后再来还有是觉音论师的善见律毗婆沙，这5世纪的这个一部文献。所以以上呢到 R 这个部分啊，这是18部的这个他引用到的文献。然后接着他就做了一个比对，做了这个表格。那大概就看一下，就是从首先看到右边有 A、B、C、D，就是有18部不同的这个论著。然后接着你可以看到左边啊，就是说有关大天这件事情相关的内容，譬如说第一个是有关年代，第一个是年代，第二个它的制式，它是第三个是出身，制式就是说那时候的有没有提到国王是谁在管理这个统治，然后再来等等。然后再来呢，它有1、2、3、4、5、6很多这种不同的数字哦。A 的话呢是一的话1、2、3、4，一是指一些是有提到是什么年代，总之是116年、160年，提到不同的年代哦。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有关这个国王是谁，有7、8、9，7是指只有提到王，所以在第一部论点中只有提到王，还有在 K 的论点中也只有提到王。但是呢，像提到阿育王的就很多，像是 B、C、D、E、F 都提到8是有阿育王，还有 HI 也是阿育王。然后再来呢是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出生地是哪里哦？所以譬如说有提到他是 Mathura 这个地方商人之子哦，所以你会看到在 A 跟 F 都有提到同样的是这个商人之子。然后但是呢11是说他是传主之子，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接着，如果再看一下，就是有关于各种，比如说第4个谈到恶业，比如说在什么论点中有提到恶业，比如说在 A 的这部论点有提到说他造了这种3种逆罪，有3无间罪，所以在 A 啊、F 啊、G 啊里面都有提到。所以像这里主要像 A 是什么？就像大毗婆沙论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是他有犯了3逆罪，但是呢，像是在18部论啊、不值一论、异部宗轮论里面啊，这些论里面并没有提到。然后像 FG 就是异部宗轮论、数记三论玄义里面又有提到。但是呢，接着又提到在 M 跟 L 呢是什么？就是阿育王传，还有阿育王经。那像阿育王传跟阿育王经里面呢，有没有提到？就是有提到有犯恶业等等。
然后上来有一部叫做 H，就是不值议论述。譬如说有提到他是跟某一位王妃哦，这个沟合有这样子的说法。那这 H 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值议论书里面呢是有提的，有这样的记载，就是特别记载这一段。所以就是不值一论说陈真谛撰写的这一部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跟一位王妃有沟合，有这样子的记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到底造了恶业，就是这个无间罪哦，三逆罪。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典籍中也有不同的记载。再来，出家跟事件发生的地点也有不同的说法，这就不再细讲。然后，再来呢，第三大类呢提到的是什么？所以前面有几大类，一个是关于大天历史哦，它包括他出生啊、国王是谁啊等等。再来就是诽谤大天的理由，刚刚有几个。再来接着这一大段是僧团斗争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主要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武士的提出，跟大天所做的经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第七个就是武士的提出造成僧团的这个斗争。那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论点中都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是有不同的说法的。譬如说，这里的16、17、18是有不同的说法的。譬如说，16的意思是说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7的话是说反对戒律的扩充、放宽。他只是这样提到，他并没有提到武士这样的内容。然后再来呢是关于僧团的分裂，又是一大类这样的内容。然后再来最后一大类是后来的发展经过，所以有五大类，这个表格是五大类来谈。然后后来的发展经过里面大概有什么呢？有，比如说故事里面就有记载乘破船入恒河，然后还有神通力士现飞往克什米尔啊，等等等等。然后到了克什米尔造寺啊，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表格大概是这样。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哦，就是这一系列表格比对之后它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大天跟武士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所以这位日本学者他根据这个跟大天相关的不同文献中跟大天相关的传说，它内容进行了分类，主要列举有12种大天。但这个时间我就不用细讲了，也浪费时间了，不多讲。所以主要在讲的是啊、是关于这个说认为讲说武士的这个大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啊。那么在谈到这个武士的时候，我们要对于关于这个武士五种见解的起源要有一个认识研究。所以在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叫做八剑度论，也就是383年这个翻译的到中文的。然后还有一部论叫发智论，它是657年到660年翻译的。这是说一切有部很重要的两部论点，里面就提到说武士
被视为是恶见，是邪见的。然后针对这部分有很多论述。但是呢，这两部论书呢，并没有提到什么呢？就是之前还记得《大毗婆沙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大天的这些故事，主要之前课程我们引用的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讲述的大天是一个罪人，他造了这个无间罪啊等等的这样一个大天。但是呢，就说一切有部这两部很重要的论点呢，并没有提到《大毗婆沙论》里面所形容的那样的大天跟僧团争论的故事，并没有。同样呢，这个《大毗婆沙论》在中文里面有3个译本。首先，藏文里面是没有的啊，但后来是这个翻译成啊，算是比较完整的法尊这个大师法尊义师所翻译的到藏文的，只有这么一部。但是呢，在中文里面呢，《大毗婆沙论》有3个译本。那一个呢是印度的一位这个译师叫僧伽跋陈，他翻译的叫《毗婆沙论》，大概是389年翻译的。但这个里面呢，并没有提到智见度的内容，譬如说所谓的五事啊、五种见解啊，还有这个大天的故事，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智慧见度这个部分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僧伽跋陈他翻译的这一部《毗婆沙论》里面没有这一个章节哦，所以就不去讨论。但是呢，在另外一部呢，叫佛陀跋摩，他翻译的这个叫阿毗昙毗婆沙论，那么也叫旧婆沙论呢，它是425年到427年翻译的。那这里面就包含了8个见度中8个篇章中的前3个这个见度，前3个篇章包括了智慧见度在里面。但是呢，对于这一部《旧婆沙论》呢，它虽然有提到智慧见度，而且里面这个见度是有4品，但是里面也没有提到五事的内容。但是呢，虽然说4世纪翻译出的这个八见度论，我们最开始刚刚提到的，已提到5种见解的这种论述，那么5世纪翻译出来的《旧婆沙论》理当说要包含这个部分，但事实上却没有。所以呢，这可以推论，就是说，这在大毗婆沙论，它在编撰的时候，这个八见度论也好，还有发智论的这个底本当中，可能还没有五种见解这个篇章。因为如果有的话呢，那么5世纪翻译出的旧婆沙论里面应该就有包含这个部分，但实际没有哦。所以可能说呢，五种见解大天的这个五种见解这个部分，可能是在大毗婆沙论这个底本成立之后才加入的。所以如果看一下这个表格哦，所以这里就比对了八见度论，然后还有发智论，还有旧的毗婆沙论，还有新的就是玄奘大师的大毗婆沙论，这4个做一个比对。所以首先这都有这个智慧的这个见度，智慧这一品。但是呢，所以总之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它有
8个监督，可以说8个篇章。那这里面其中就包括了智慧的智的监督这一部分，智慧篇章。所以基本上要先有这一步，为前提哦，有没有这个篇章我们再讨论。所以首先这4部呢，它是有智慧监督的。然后譬如说像第一个叫做八监督论，还有最后一个大毗婆沙论，都有这个智慧的监督里面，他就提到呢，这个就是武士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在旧毗婆沙论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表格里面中间缺一块，就第3列的时候，那个就代表说他没有谈到这个武士5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关于大天的这个故事的记载的话，然后就说他是一个大罪人啊，是造成僧团分裂的人啊等等。那这个呢是在橘色的字哦，就是那一段，就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有记载。但是在那个之前的3部大毗婆沙论的，可以说早期的这个译本吧，里面并没有记载。所以可能一种说法，可能可以知道说怀疑说，哦，这个大天的故事哦，这可能是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才加入的。那这些都是中文里面的文献。然后另外，如果我们看巴利文哦，它巴利文在分别说部里面的一部很重要的文献叫做《论释》，其中第2品呢叫做《堕落论》，里面呢就提到武士，而且呢将这个武士呢作为他部的这种其他部派的邪见，然后来进行这个论述。那么5世纪很出名的这个一位论师哦，就是之前提到叫觉英，他对于《论释》这部注解，这部论点写了一个注释，里面就提到说，武士哦是东山柱部和西山柱部的学说。那么它那这个东山柱部和西山柱部，它其实都是属于大众部的。然后觉英也认为这些都可以统称为叫做安达罗派的学说，总之是大众部的一个学说。但是他虽然这么提到，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大天的这个名字，他是有提到武士，但是没有提到大天。所以由于这些很多上面提到的这些理由哦，无论是中文里面有的内容也好，或者说这里看到巴利文中所看到的文献，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推测哦，是在到了大毗婆沙论哦，是就是说在大毗婆沙论，他将这个大天还有武士还有僧团分裂的故事哦，全部把它结合起来，这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在做的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这个事情就结合成一个新故事的之前，所以只有大毗婆沙论才有。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只有关于武士的传承，但并没有将大天、武士跟僧团结合起来新的故事。所以在这个之前，大毗婆沙论之前呢，你可以看到中文的也好，巴利文里面很多的文献啊，它只提到了这个武士的传承，所以并没有将大天、武士跟僧团分裂结合起来说，并没有。那么
当我们在谈到18部这个部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呢，就是释有他所写的释有论师所写的《异部宗论论》。它里面呢就提到五世哦，说成是一说部、说出世部、记忆部、多闻部、智多山部等。他认为说这是他们的学说。那这些都是属于大众部的这些部派。同样呢，轻辩论师在他的这个异部经释哦，这个藏文里面是有的。它里面呢提到说，这个五世呢是哪一部的学说呢？是一说部的这个学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文献都说这个五世哦是这个大众部里面的见解。还有一部叫调伏天还有一个大师叫调伏天，他写的叫《不直议论摄要》。那提到说五世是出世部的学说。所以总之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一般来说，这个五世是被大众部所接受，但是呢，上座部不接受的，或者视为邪见的这样的五个学说、5种见解。但是呢，就算是这个样子，也不能够否认这个僧团内部的争论跟五世存在关联的。所以呢，五世还有这个根本分裂，其实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么接着我想谈一下，就是大天五世跟部派分裂之间是否有关联？那前面是谈到说这个五世哦，是不是大天所说的，就是大天跟五世的关联性？但是第二个部分是大天跟五世跟部派分裂哦，是不是有关联？那关于部派分裂的方式呢，很重要的一部论点，我们要文献要看的，这也是在我们丹珠尔里面藏文丹珠尔有收录的是释有论师所写的叫《异部宗论论》。可能大家也都没有看吧，大概大家会看的是《金刚经》《心经》，大概这些知道吧？会看，但其他大概都不会看，因为会觉得那些对那个超荐诵经回向的时候没什么用，但也不会去看吧？你们？但总之呢，我想说是在单传里面就有这位释有论师所写的叫《异部宗论论》。但如果是你想要对于大乘源流或者说部派有一个了解的人，我觉得这一部《异部宗论论》都是要了解的。那这里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说，这部《异部宗论论》啊，它大概有4种不同的译本，3个是中文，1个是藏文，所以藏文是只有1个译本，但是中文是有3个译本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哦，首先是第一个译本，就是后晋时代的，它的名称叫做《18部论》，还有真谛的《不直议论》，还有藏译本。所以总之呢，这3部译本哦，是算早期译本。然后在第4部就是玄奘大师的《异部宗论论》了。所以总之呢，早期译本里面啊，就是《18部论》、真谛的《不直议论》，还有藏译本这3部论，只是将这个五世跟支末部派分裂做一个联系。
但译本都没有提到大天的名字。所以详细的说就是，所以总之这里说早期译本呢，就是两部是中文的，是《十八部论》跟《不止一论》是中文，还有藏译本的，就是《一部宗论论》藏译本。就是说，这里只提到说有提到武士，还有跟支末分裂有关联性。这里的支末部派分裂指的是大乘，对不起，大众部里面的支末的部派分裂是有关联性的。就因为武士，所以造成了大众部里面的支末的部派的分裂。再详细来说呢，是我们去看十八部论啊，晋朝翻译的十八部论呢，它只提到了后大天，但是没有提到武士。真谛的译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前大天，就是作为根本分裂原因的那个前大天，它根本没提到。再在藏译本里面呢，也没有提到前大天的记载，只有这个后大天。这之后我们会再重复一次前大天跟后大天哦。所以这三部译本算是早期译本。然后再来呢是玄奘大师的译本，是662年玄奘大师比较后期所翻译的，它就叫做《异部宗伦论》，就是在中文里面有的，这是最后期的比较新的一部译本。这里面呢就将大天还有武士还有部派根本分裂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这跟他呢，在这个656到659年翻译出来的叫《大毗婆沙论说》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总之这里会看到记载说，大天还有大天说了武士，然后造成了部派的根本分裂，变成了就是两个部派，就是根本分裂。就是在那个之前呢，本来都是只有一个团体嘛，后来变成了两个团体。所以为什么说叫根本分裂？就是因为以前是一个团体，后来变成了两个，所以叫根本分裂。总之呢，这里的文献记载就是说，是因为大天的武士而造成了这样子的分裂，所以这是玄奘大师的大的《异部宗伦论》里面是有这样提到的。但是呢，在早期译本，无论是这个十八部论、真谛的不值一论等等哦，他们却只认为是造成了大众部里面的支末本分裂，并不是根本分裂。甚至呢，前面三个译本根本都没有提到大天的名字呢。那么至于藏译本哦，就是藏译本的《异部宗伦论》呢，我觉得是相较之下哦，可能比较有一点问题，那甚至可能有一些文字可能是缺失了。不知道是之前可能是木刻版本来刻的时候就缺字了，如果没有缺的话呢，我觉得藏译本那实际呢内容应该是跟玄奘大师的译本应该是相符合的。总之哦，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异部宗伦论》，他提到了大天有前大天还有后大天。一个前大天哦，就是说佛陀圆寂之后100年出现的一个大天。那后大天呢，是大概佛涅槃后200年出现的这个后大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刚刚前面提到前大天、后大天。那前大天呢做了什么事呢？这是他造成了根本分裂的，是他，就是第一个叫前大天。那后大天是什么呢？
是当时已经佛涅槃200年之后了，所以已经根本分裂了。但这时候呢，第二位这个大天他又讲说了这个大天无事，然后又造成了这个大众部里面的分裂，这就造成了大众部的支末的分裂，是有这样子不同的说法，就是有这样不同的2个大天。再一个呢，就是窥基大师哦，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他在662年撰写的一部叫《异部宗轮论》的述记，所以大概那个时候，玄奘大师翻译完《异部宗轮论》之后呢，就教导他的弟子哦，所以他的弟子窥基在那时候就写了这一部叫述记，一部注解，对于《异部宗轮论》的注解。它里面哦，不仅仅引用了大毗婆沙论，而且他将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很多王嘛，他把这个王呢，里面只写了一个王，但是把这个王的地方都改成，魁基大师都改成是叫无忧王，也就是阿育王。那么这是呢，窥基大师他依据了异部宗轮论来解释大毗婆沙论的一个做法。因为呢，在异部宗论论里面的确有提到的是阿育王跟无忧王，但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并没有。所以这里我们主要看到的就是异部宗轮论它4个不同的译本哦。在只有一部就是有提到说大天武士跟部派分裂是有关联的。那这一部是什么呢？就是大毗婆沙论，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但是其他3部早期的译本，18部论、部直译论，还有藏译本哦，都只有提到的是造成了分裂，但是就是造成的是大众部的分裂，大概是这样。再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南传的论点中是怎么说的。所以呢，南传佛教主要是将武士归类于是只有谁提出的呢？是这个大众部所提到的。而且呢，会说南传佛教会认为说是大众部里面的东山柱部跟西山柱部这些派别的一个学说。那这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这南传佛教里面的一个经典就是舍利佛问经哦，就是东晋时代，大概是317到420年左右的翻译的这部论点经典叫做《舍利佛问经》哦，里面记载说，那它这有一点像是一个受记的一个内容哦，就是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里面是这样记载：摩诃僧祇部，就是大众部，我灭度后200年中，因于议论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就他受记了，在我灭度后200年中呢，
然后会摩诃僧祇部，就是大众部呢会因为议论而出现，然后再来300年中呢，因诸义学于此五部复生摩诃提婆部、智多罗部、默多利部等等。所以这里面呢，他就将东山柱部，你可以看到它叫做摩诃提婆部，这是大天部，他用了这样的词。所以这里可以推测，就是所谓的大天跟安达罗派，这是南传会说的，就这个东山部派啊，还有西山部派啊等等，它有一个统称的名字，就叫做安达罗派。它是在印度的安达拉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部派。所以因为是在那个地区的一个部派，所以就称为叫做安达罗派。所以南传佛教呢，会说东山部派啊、西山部派都是属于这个叫做安达罗派，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从上面这些引用的注解中，我们看到哦，就是在根本分裂的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将这个大天还有跟根本分裂联系起来的这样的说法，主要是说一切有部，而且主要是迦湿弥罗的说一切有部，就是克什米尔的说一切有部。所以呢，对于这一点，需要从2个方面来思考哦。第一个就是说，上座部跟大众部的争论，能否替换，就是换一种说法说成，就是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的争论，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将大天加入到这个武士还有根本分裂的传承当中？首先呢，我们说上座部跟大众部的争论，能不能说是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的争论？因为上座部可以说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的这些长老嘛，所以我们会说，那就是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的争论，这样说可以吗？那么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很多的这些说一切有部的律典，那么在根据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律典的传承说，在克什米尔传教的最先传教的是默田地，是他。那根据斯里兰卡的史书记载哦，是一位叫做穆建连子弟须呢，他派遣了就是这位默田地，他到这个克什米尔或者说加什米罗去弘法的，还有也到了叫犍陀罗地区去传法。所以当时呢，这位穆建连子弟须哦，他就派遣了不同的当时的这些僧人呢，就到印度各个地区去传法。所以，总之按照斯里兰卡史书的记载哦，就说这位默田地，他就是被派到去加什米罗弘法的。但是呢，在藏传佛教里面的会说，这位默田地呢，
他是阿难的这个弟子。总之会有，这会说也会有一点不同的说法。所以北传跟南传这里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总之呢，这位墨田地哦，他被派到了这个扎什米罗弘法。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大天。那么，然后呢，是斯里兰卡史书记载，也是有这位穆建连子弟虚呢，他将这位大天是派到了南印度的一个地方，叫做摩西梭曼陀罗。所以大概是同一个时期，一个是穆田地派到了克什米尔，然后再来这一位大天呢，他就派到了这个摩西梭曼陀罗。所以呢，这大概也是阿育王时期吧，大概是那时候按照这个斯里兰卡的历史来看的话，所以当时呢，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南印度的大众部，还有像安达罗地区大众部的关系哦，是有帮助的。那么至于这是印度什么时期哦？按照斯里兰卡史书来说，就是说这两位被派到不同地区去传法哦，是发生在孔雀王朝时期。所以无论说，就是说分裂的年代啊，说成是在南陀王的时代，还是在摩诃波德摩王的时代，总是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很多学者都对于毗婆沙论中关于根本分裂，这个上座部在这个克什米尔的这种记载，居住在克什米尔记载是有些疑问的。同时呢，当时是否存在有这个大天，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们认为，之所以会这样子说毗婆沙论里面的这种传说，可能是有其他的意图的。也就是说，这个由有部编撰出的毗婆沙论哦，他们主要是将自身跟根本分裂那时候的上座部想要联系起来，就想要说明自己的这个正统性吧。所以呢，主张他们是有部的这个正统性，所以才在他们的著作《毗婆沙论》里面特别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而且呢，毗婆沙论成立的时代哦，是迦摄弥罗克什米尔那里的有部哦，是比较强势、占优势的时代。是比那时候在摩图拉那个地方也是有这个有部的，但它是比它更有优势的，更强势一些的。所以就加瑟米罗他们就比较有话语权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以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文献里面呢，会看到的比较多记载都是克什米尔的有部的一些说法，相对于摩托罗这个地方的
有部的说法就比较少。就是很多的学者去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部它在不同的这个地区，然后呢，就就有不同的这个部派的，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说法。而当时最强势的，他们说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这个有部。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引用到的舍利弗问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念过去哦。就像之前谈到，这是在东晋时期317到42年，就是这个期间所翻译的一部典籍。当时就是记载，就是说，当时有一位好铭文喜争论的长老比丘修改了我的戒律，增广扩充。他将呢迦摄所结集的戒律称为大众律，后来又收集其他内容，增加了许多原本没有的学处，诱导新学者另立宗派，互相争论。当时呢，有比丘请求国王裁决，国王就召集两部，行黑白绸，宣告说呢，若喜欢旧律者，取这个黑色的绸，黑绸一个东西哦；若喜欢新律者，取白绸。当时呢，取黑绸者有数万人，取白绸者只有100余人。国王认为呢，都是佛说，但因好乐不同，不能共处。学旧律者多，因此称为摩诃僧祇大众部。然后学新律者少，但是上座，因此称为他毗罗，就是上座部。所以这部论里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武士跟这个大天合在一起，他只提到是有一位好铭文喜争论的长老比丘，只有提到这样。当时呢，他修改了这个佛陀的戒律，增广跟扩充。当时呢，迦摄所结集的，就是第一次结集的戒律，他就称它为哦，那是大众律，他就给了这样一个名称。然后后来呢，他又自己去收集了很多其他的内容，然后呢，增加了很多原本没有的这些学处。他不仅是这样子，他还诱导这些新的学者，然后还另立宗派，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僧团的争论。那当时就有一位比丘，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哦。总之，他就请求国王呢做一个裁决，就说有这么一位长老在这里，乱来哦。所以国王呢当时就召集了两部的人，然后就说：你们呢，对于这个戒律有不同的看法。喜欢旧律的人呢，就取这个黑，总之是一块黑的木条吧。然后如果喜欢新的律的人，就取一个白色的木条。结果呢，喜欢旧律的呢有数万人，然后取白的这个木条的人呢只有100余人。
所以喜欢旧律的比较多。但国王当时怎么说呢？国王说啊，这都是佛说。但因为呢，因为自己的喜好不同，结果呢没有办法共处，所以你们大概国王就说你们就不要住在一起吧，大概当时有这么说，因为总是在那争吵，可能有这么说吧。所以因此呢，就分成了2个派别，一个喜欢旧律的，就称为叫摩诃僧祇部大众部，学新律者人比较少，但是大部分是上座部，所以称为这个上座部。这也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一段记载。所以那至于另外就是轻辩论师他所写的注解当中有提到说，是谁说了五事呢？是一个名叫做善的人宣说了五事。那因为他宣说了五事，就造成了这个根本分裂。所以呢，这就很清楚，这2部文献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一定存在一个跟大天没有关系，但是五事跟根本分裂是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种传承一个说法。所以呢，这里我们做一个结语吧，就是说呢，《大毗婆沙论》的这个作者，或者说如果《大毗婆沙论》它在原始版本中并没有大天的内容，那总之就是后来的传承者，总之呢，他模仿了原本就已经存在的，就是大众部的支末分裂的故事。然后将这个大天的名字就插入到根本分裂的故事中。因为在大毗婆沙论成书之前，这个大众部的支末分裂的故事就已经存在了。因为譬如说，像在释有的《异部宗轮论》中就有记载，大天和五事导致支末分裂。所以在大毗婆沙论成书之前，这样的内容应该故事就有了。所以可以说，可能是他的作者，或者说后来的，总之传承者，他就可以说模仿或者参考了这个《异部宗轮论》里面提到的这种大天和五事导致支末分裂的故事，然后呢，把大天这个名字就插入到根本分裂的故事中。那么，所以后来玄奘大师他翻译的《异部宗轮论》呢，那时候所依据的这个梵文底本，也可能在故事当中就已经加入了这个新增的这个内容。他是7世纪左右翻译的嘛，玄奘大师，所以在那个时候，大概这个故事就已经被加入到这个新增的内容里面了。所以总之呢，这位日本学者，就我们之前引用他的叫种本启祥，他就认为这个佛教根本分裂，还有大天的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这种可靠的一个历史记录，并不是。
他觉得这是经过时间不断的积累，然后一层一层去添加，是带有宗派立场的这样的一种传说。譬如说，有部认为这是非法，是邪见，然后大众部认为是可以的，是这个不是非法。比如说有部宗派会认为说大天是不好的，是罪人，但是呢，大众部认为说武士是合理的，而且大天呢，他是一位大德、大天等等。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大天这个角色啊，还有武士啊，跟佛教根本分裂呢，这些都是比较带有宗派立场的一个传说，而且呢，是经过随着时间，这个故事有不断的被增加，然后修改、累积而成的一种内容。好的，那么今天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这个内容是真的蛮复杂的。那下一堂课呢，我可能再讲这个韩国学者叫李慈郎的他的一个观点。好的。